最近 Netflix 有一套叫做《最後復活戰》，由日本嘅退役運動員參加體能競技真人 show。嗰個水球好靚仔啊！我都估到你中意睇大隻仔同埋靚仔噶啦。其中一個第三關嘅選手咧，咁就喺爬雲梯嗰陣無啦啦撞爛咗條門牙喎。Oh my god！其實嗰一關真係好危險，個個都差啲受傷。咁如果咁樣撞斷咗隻牙，應該點做咧？正常咧，節目組係應該有幫佢買保險嘅。咁但係如果日常生活入邊發生意外，例如可能撞親隻牙、食嘢咬崩咗隻牙，或者成日打波可能撞崩咗隻牙嘅話，應該點樣做咧？急救三部曲。第一步，即刻將甩咗嘅牙齒放入牛奶嗰度。如果冇牛奶嘅話咧，咁就可以用生理鹽水啦，或者口水、普通水。拎起牙齒嗰陣咧，就拎住個牙冠位啦，就盡量唔好掂到牙腳嗰個位。第二步，睇醫生。我嘅做法會叫大家打俾我。咁我就會幫手聯絡最近或者最快接到嘅相關醫生。第三步，最快睇牙醫。因為根據情況睇下有冇將隻牙放翻入去嘅可能性。好多人唔知意外甩牙咧係可以 claim 保險嘅，例如可能意外保險啦，或者醫療保險，視乎翻你當時要 claim 幾多啦，或者你嘅保額賣出幾大啦。記住，意外甩牙係條時間鬥好快㗎，唔好諗住甩咗就算啦，你拖多陣隻牙就可能冇得救㗎啦。下一套你哋想我講啲咩保險牙知識咧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啦。